功啊？練功就係壓腿、打關鬥、側手翻、走圓台，盡量做啲吃力嘅動作。會唔會不知不覺咁樣咧喺日常生活咧用咗台上嘅語氣同動作咧？何解啊？何解出此怨言啊？會用咗少少呢啲術語咯。最蝦碌嘅舞台經歷。按 show 嘅時候咧，褲個橡筋斷咗，點算好咧？又要維持演出喎，盡量係慢動作，唔俾觀眾知道，呢個幾失禮下嘅。唉，好醜怪啊！想知道更多我喺粵劇上面嘅心路歷程，想睇我同蔡太嘅對話，請大家密切留意，鍾總相會。